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聊就业，聊聊务工，聊聊找工作。这个年也过了15，很多地方按照风俗年就过完了，但是有的地方是过完正月，年就过完了。随着年过完回村的人陆陆续续的又出去打工了，奔向各地，奔向自己的这个战场，属于自己的战场。实际上有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但是在家里面也待不下去，一是烦，第二个主要是各种压抑那种氛围。好比你到了上班的年龄，别人都出去上班去了，结果你还在家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所以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力也可能是外界给你的，也有可能是你自己产生的，自己施压。那这样的人，很多人他会选择先离家，也就是说先买张票去深圳或者去广东，去了再找工作。虽然不知道工作在哪儿，总之比待在家里好。但有的人因为还没有着落，还留在家里，这就比较煎熬。所以过完年，很多人面临的就是就业，就是找工作，不知道工作在哪儿，各种焦虑。还有农民工也一样，这些农民工他不知道工地在哪儿，不知道哪儿有活干，都在焦急的等待消息。或许是有关部门感受到过完年之后，大家对就业形势、对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前途越来越迷茫，所以很贴心的为大家安排了很多宣传，很多心灵鸡汤。你比如说今天网上流行的00后女学生毕业去养猪场养猪，月薪8000，很喜欢这份工作，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女生00后毕业以后去养猪场养猪，1个月8000，而且关键她喜欢这工作。为什么喜欢呢？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你跟猪打交道，这属于高级黑。你跟猪打交道，那当然是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只有猪际关系、人猪关系。2月14日报道说，江西新余，也就是江西燕笋、提墩燕房，还有什么鼠头鸭脖，总之是江西。00后女生毕业去养猪场养猪，引发关注。当事人小王告诉九派新闻说，他2023年应聘这份工作，工作内容有养猪、分娩、打疫苗、断奶，也就老母猪生小猪，他负责这个。父母开始挺反对，觉得女孩子做不太体面，自己很喜欢小动物，不用和人打交道，还能存到钱。他称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小猪身上香香的。养猪场还有篮球场、排球场、KTV， 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每个月7、8千，发多少存多少。大家看视频很喜欢这份工作，也会有一些娱乐设施，篮球场啊、踢球、KTV 等都有，收入是可观的。他发多少，大概是能存多少，没有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想要存钱的就来养猪场。我觉得这是开年第一黑，宁愿跟猪打交道，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养猪1个月8、9千。当然了，如果不告诉你这个工作是养猪，是在猪场上班，面试的时候只告诉你1个月到手8、9千，朝9晚6，双休，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15分钟就能到，包吃包住或者餐补房补，工作没压力，轻松自由，每个月固定时间发工资，人性化管理，不强求加班。那估计很多人觉得这工作非常不错，比拧螺丝强多了。所以让大学生，让这些找不到工作的不要焦虑，不行就去养猪场上班，不也挺好的吗？对吧？你只要不介绍自己在养猪场上班，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养猪场上班。晚上还有空姐回村养猪，月入10万，这个就比那个大学生要强多了因为她是空姐，大家知道，主要是空乘，主要是在飞机上面为旅客服务，实际上也是为旅客，他就转型回村养猪，变成喂猪，能喂旅客他就能喂猪，他喂旅客1个月挣不到10万，但是他回村喂猪，月均收入10万。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孩子，不想离爸妈这么远，所以他不想当空姐，回村养猪，月入10万。你看看他这个还不算改行，都是服务，为人服务1个月1、2万，为猪服务1个月10万。你说刚才那个女大学生说了，跟猪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容易，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感觉这都是高级黑。空姐回村养猪，月均收入10万。我估计真实的情况是他做自媒体直播，月均收入12万，养猪每个月赔2万，所以合到一起月均收入10万。他没有说清楚，养猪加直播，月均收入10万，不是养猪10万。那个月入8千的养猪的大学生，恐怕10有8九也是要直播。这说明什么？无非就是说明工作难找。工作为什么难找？因为现在各地都在裁员，过完年之后很多央企都在裁员，有的还是无限期合同的。
都被裁掉。央企裁员它比较灵活，不是一刀切，总之都是减员增效，要么辞退，给你 N+1或者是 N 的补偿。如果你不接受，那就改成劳务派遣，那就是你虽然还在这上班，但你关系不在这儿，工作给你保留，但是那你跟央企的待遇那就差远了。要么单位给你发最低工资，你自己出去找工作，工作个1年解除劳动关系，看上去还行，但是哪条路员工都不想有变化。有很多人说 DeepSeek 人工智能这个是不是经济就好起来了，需求就大了？这个恰恰相反，在短期内 DeepSeek 对技术科技社会的推动更多是体现在减少工作岗位，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效率实际上就是在减少工作岗位，就不要那么多的人。它新的需求它没有创造出来，新的市场新的应用还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对老的它就要进行变革，所以形成的是工作岗位会越来越少。以前的移动互联网有很多人不明白，整个移动互联网它是新生事物，它需要的是大量的工作岗位，对吧？无论是即时通讯就微信，还是电商，还是什么网约车，还是什么共享单车，还是外卖，是不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它并没有把以前的什么岗位给挤掉，它是多出来这么多岗位。当然也有一些不适合社会发展的一些老的这个岗位或者行业是在逐渐消亡，但跟移动互联网关系都不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发展的10年是创造了很多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和 DeepSeek 目前它是不会创造工作岗位，它是要对过去的事情要优化，提高效率。你本来有5个助理，5个文秘，你有了 DeepSeek， 那么恐怕你只要1个就够了，招2个助理顶多了，还有3个就没活干，你就得走人。目前就是这样。所以说 DeepSeek 人工智能发展越好，工作岗位越少。短期至于什么你参与 DeepSeek 人工智能研发开发，那个是极少数人，对吧？一个 DeepSeek 好像一共只有不到200人呢。无论是腾讯还是百度还是阿里，做这个大模型的，做人工智能的团队也没多少人。所以说失业的人是越来越多，大环境情况比较恶劣。也不光是国内，你再看一看过完年之后，这美国那更是在董王和一字并肩王马斯克，摄政王马斯克，这个叫董马新政。马斯克带6个年轻人，把每个部门都进行查账，从什么国际开发署查到了国防部，现在要查那个美联储，无一幸免，就是裁员。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近1万人，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这是美国的公务员。如果说咱们中国公务员还相对稳定，我只能说相对，本来以为美国的公务员那是真正的铁饭碗。就在董马新政之前呢，谁能想象美国的公务员还会失业呢？你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当地时间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马斯克发起的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数量的计划继续推进，已解雇超9500人。多个部门当天还公布了裁员人数和裁员计划。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联邦政府大规模减员工作，一方面向联邦雇员提供买断计划，推动其主动离职；另一方面解雇试用期员工。其中14日，美国疾控中心1天内裁员1300人，占到员工总数的1/10，绝大部分都是试用期的员工和刚被聘请1年内的新员工。你说这试用期的和新员工是倒了血霉，就是点儿不好。那没过试用期，人家有理由把你辞退。说被裁的工作人员14日直接接到裁员通知，随后立即无法登录服务系统。你看，这和那个企业裁员一模一样。你看马斯克是搞企业的，这边通知你被裁员了，那边你连系统都进不去了。2月13号，马斯克在这个世界政府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时说，美国肯定不需要450个联邦机构，有些机构需要被整个裁掉。这是美国政府，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在裁员。这么一说，大家心里恐怕好受一点。不光说咱们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连美的他们现在岁月静好也被董王和马斯克给他打破了。我在想，当董王在美国裁公务员尝到的甜头，或许其他的国家也有可能要学习，那意味着其他的国家的公务员也要自求多福。你这岁月静好也是暂时的，很有可能到明年后年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就要裁，那没有办法，削减开支。而且阿根廷他有什么不能干的呢？连美国的国税局都要裁员。这个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税局正准备最早于下周裁员数千人。联邦政府的人力资源部门人事管理办公室本周下令政府各机构
解雇试用员工，说截至周五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国税局员工会受到该命令影响。可以说，在中国那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是牛马，现在就业难；在美国呢，那叫官不聊生，这些人都是公务员嘛，面临下岗，对吧？这是整个世界的就业形势，恐怕都不容乐观。那再回到国内，有人统计2026年大学毕业生，就是2026年有将近1600万大学生毕业。我记得24年是1200万，到了26年就是1600万大学生毕业啊，也就是毕业的人越来越多，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岗位是越来越少。只能说2026年找工作那是地狱级的难度。那怎么办？很多人就想到了虽然国外目前环境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相比较国内，那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很多人就想着出国务工，这个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你在国内卷不动，没有办法再卷了，那出国卷，这个亚洲人，其实咱们中国人出国卷还有优势，因为你是合格的牛马，标准的人肉电池，因为你从小就这么被教育出来的，就是按人肉电池进行教育，勤劳致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明天。什么叫勤劳？那就是别人上8小时，你上16个小时，这就叫勤劳。节俭就是挣了钱不要花，这叫节俭。所以我们的教育出来的人，在世界上可以跟任何一个人种或者是叫民族进行竞争，主要是体力方面。所以这几年出国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咱们卷向全世界。但是出国务工难免有上当受骗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现在已经改成中国人专骗中国人。随着大家都想出国务工，所以这个不良的黑中介就逮住机会了。今天有个新闻是吧？男子花6万5被中介骗去德国打黑工。2月11日，河南洛阳小伙通过中介公司支付6万5千元，期望获得德国的工作签证和高薪工作，结果却被骗去打黑工。不仅取签证过程堪比间谍接头，中介承诺的月薪2万元和转工作签证也均未兑现。据了解，上飞机前，中介还以各种理由要求小伙删去聊天记录。小伙在德国从事低薪且不稳定的体力劳动，生活提心吊胆。旅游签证到期后，他被迫回国，发现中介推卸责任且缺乏证据，难以追责。大家看视频，就去长远人力资源公司了解情况。然后当时那个法人钱金凤跟我承诺的是，月保底薪资2万元，然后是旅游签过期了之后可以转工签。然后他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说到那里联系他，去那个西班牙那个签证中心。钱金凤跟我讲，现在西班牙签证比较好办。他说是欧洲，因为西班牙和德国都属于欧盟，他们是持有任何一个申根国家的签证都可以，在任何的申根国家停留嘛。他也是戴个帽子，戴个口罩。见我之后他也是背个斜挎包，把我包里的钱塞到他的包里，又把我的护照拿出来看看，说是不是我，让我核对一下是不是我的护照。我说是，然后就把护照给我了。11月20号，买的晚上的广州机票，到11月21号才到的德国。是买了机票到西班牙巴塞罗那，然后又从巴塞罗那买了个到德国的机票。那你到德国之后能顺利的找到工作吗？很难，就是干了2个月都是那种干3天歇2天那种工作。到德国之后主要都从事哪些工作呢？从事一些集装箱搬运，然后仓库的贴标换标，挪位置啊什么的，都是一些德国人不愿意干的体力活，都是由我们这种黑工干。然后2个月也没有达到他说的那2个月赚的也才1万7。你持的是旅游签证，到那地方打工，这个当地允许吗？这个当地并不允许。这个属于打黑工的行为。对，被警察抓到是要，正常是要遣返的，或者说给你丢到难民营里面。那就说，那你到那儿有没有问过，像你这种旅游签证，在当地打黑工，能不能转成正式的工作签证呢？我问过了。我了解到是最低要有什么德语 B1 还是 B2 的那个级别证书，很难的，工资也没到他跟我承诺的那种，也转不了工签，马上这护照也要到期了，那我就回来了。本来他只要就是办的旅游签证，如果是工签的情况下，他首先需要去这个培训这个德语达到 B 级才可以。
但他办的确实是一个旅游签证，他自己到北京大使馆办的。况且他办理这个旅游签证的时候，他到大使馆填写的有申请表，然后使馆给他出具的有那个办签证的订单那个单子，那上面都是写的是旅游，怎么是工作签证呢？在网上给他找的人，前期是我看那上面广告上写的是前期不用交钱，不成功不收费。然后呢，他自己把电话号码都给他，然后他自己去联系，然后和北京那边的人联系，他去北京办的签证，怎么是工作签证呢？但是他说当时你们给他宣传的是，我怎么宣传？拿出证据，可以办得出，拿出证据，拿出证据。11月16号坐飞机前几天，他说出海关的时候，你把我所有的东西删除掉，以免海关查到，说是感觉你是出国不是旅游的。说实话，这个小伙一看不太聪明的样子。这个骗子啊，各行各业都有，中介骗子就更多。因为中介说实话主要是以骗为主，所以你在什么中介这儿被骗，那也很正常。说实话啊，让你把这个手机里面的信息删掉，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尤其是这种非法出具务工的，如果你手机里面有这聊天记录，你肯定是出不去的，删掉是最好。但是哪知道本来是为了应付这个通关的，结果同时也删掉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从这个视频介绍来看，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出国打工有一定的盲目性，都是听中介这么说。如果说你把自己交给中介，那你基本上你的命运就交给别人，你容易上当受骗。出国打工是一条路，如果你做好了出国务工的准备，那你自己要做好各种研究调研。如果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其实你就不用出去打工，你就出去打工你也过不好，这叫基本能力。那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想去日本务工，那我就得去收集各方面资料，因为现在收集资料的渠道非常多，你可以找日本的 UP 主，也就是中国人在日本打工的，有很多人在拍自媒体拍视频，你可以交叉验证，你可以看关于日本的新闻，对吧？简单的了解日本的经济什么个走势，日本的就业状况，日本对这种外来务工的态度，你要做一番调研。而且你在这繁杂的信息里面要学会把真的挑出来，把假的屏蔽掉，怎么样去验证这信息是真的。你通过对比，你确定你是要去日本还是去德国还是去新西兰，为什么要去德国，这些你要搞清楚，你更适合去德国还是去新西兰。你整明白之后，你再去找谁通过哪个中介怎么到的德国或者到的新西兰，怎么通过旅游签变成了工作签，或者怎么直接就能申请工作签，一步到位。如果这些工作你都没有那个能力做，或者是你都不愿意做，直接去保中介那儿，你告诉中介我要去德国打工，对中介来说你就是送钱上门。出国务工你最好是有这个同学或者朋友他已经通过这个途径去了，也就是别人验证了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对你来说你的试错成本就低。现在有很多人啊打算出国务工，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防止这些黑中介利用你啥也不懂，关键还不想动脑子。实际上如果不动脑子啊，你去哪儿打工都差不多。这种出国务工的或者有出国务工的想法的大部分恐怕出身都不太好，也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正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所以才能断舍离，才能义无反顾的离开这个地方。如果家庭条件还可以，他很难离开本地，因为本地就有资源了，他不需要跑太远。这就反映出为什么底层的大学生或者就出身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这些大学生混得不太容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识，没有认知，就是他的认知就比别人低，没有见过世面，这是我们的俗语，这就是起点比别人要低得多。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出身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啊。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培养自己的认知。什么叫认知？你首先知道你的差距，那你先认清楚你跟别人的差距很大。如果你连这个认识不到，那基本上不用治。你要先认识到你跟北京、上海的或者深圳的这些大城市的人有差距，你和权贵之间差距比较大，对，这叫差距。首先要认识到有一套这个方法，你要学会一套方法，如何弥补这个差距，这也是提高认知。是不是说差距就无法弥补呢？这是错误的啊，都可以弥补。只是你说弥补不了，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方法，你的认知没有上去。如果你的认知没有上去，无论你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帝南还是在德国，就是做的都不会太好。视频中的这个小伙子，你从他这个访谈就可以看出来，他都不知道去德国是干什么，他完全没有心理预期，或者叫心理预期不对。他以为他到德国去上班，跟那德国人一样坐办公室或者做白领，一份固定的工作。很多人到美国留学，花大价钱，留完学之后想留在美国，以为自己就能进谷歌或者是苹果、特斯拉去上班，那连美国人自己都很难做到，对吧？就是美国人里面佼佼者才能到苹果、特斯拉去上班，或者去谷歌。这种属于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对自己没有一个清醒认识。所以说想出国务工的要调整好心态，你去了就要从最
最底层干起，什么清洁工、修下水道、换灯泡、修草坪、刷盘子、洗碗。你在国内的工作说不定很体面，但是你要出国，你就得从这个蓝领干起。只有你后面有机会找一份更好的工作，那是慢慢来。你刚去肯定是做这种今天有明天没有，等消息，不固定，就是这种工作，工资相对比较低，条件相对比较差，好工作哪儿都稀缺。你在国内做这样的工作，1个小时10几块、13块、14块，今年恐怕还要降。但是你要在德国这样的工作，恐怕每小时20、30美元，人家都有最低这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比咱们这儿高得多。你去实际上是赚红利，这个差价，这是对自己一个清醒认识。这2年大家恐怕比较容易发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出国务工，很快就要形成一个潮流。先知先觉的已经走了，后知后觉的慢慢的会醒悟过来。我说的是务工，不是移民。虽然有的人务工最后也变成移民，有的人移民出去就是务工，但是这2个还不是一码事。所以对那些年已经过完了，还不知道未来工作在哪儿的人，还待在老家的人，对那些马上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这个正是春季招聘，还马上就要开始，很多今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在找工作，都在准备简历。对这些人可以把目光投向国外，在国内卷没有什么前途，也没什么机会。2025年能给你发得起工资的企业都会越来越少，能按时给你发工资这都不容易。所以说不如到国外看一看，最好你去那些相对发达的国家，文明有保障。简单点说就是把人当人看的地方，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供大家参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